大家好，我哋係香港兔唇裂顎協會嘅微笑大使。兔唇裂顎係最常見同埋最可以醫治嘅一種先天性嘅缺陷，大部分都係單一嘅問題，並非症群。患者需要喺成長嘅唔同階段接受手術同埋治療，去幫助佢哋康復。香港兔唇裂顎協會成立於1991年，係香港唯一一個為兔唇裂顎患者同家庭提供支援嘅非牟利病人組織。協會為患者同埋家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嘅服務，喺佢哋治療嘅過程之中支援佢哋，等佢哋唔使感到彷徨同埋無助。知道阿仔係有兔唇啦，咁嗰一刻係好唔開心嘅。點解會係我哋咧？好彷徨啊！都喊咗好耐咁樣啦，係啦，心情好矛盾，開心得嚟，但係又好心痛，因為你嗰刻真係實實在在你見到個情況。由於唇顎裂療程歷時10幾20年，喺呢個漫長嘅期間，家長同患者都會面對好多困難。喺唔同嘅階段，佢哋需要得到適切嘅支援。所以兔唇裂顎協會致力幫助患兒同埋家長。佢哋提供嘅服務包括懷孕媽媽支援、照顧患兒指導、兒童矯齒服務，同埋幫助青年得到整形手術治療等。當懷孕媽媽得知自己肚裏邊嘅 BB 患有唇顎裂嘅時候，佢哋未必對呢一個缺陷有認知，所以一定會覺得非常之彷徨同埋無助。除此之外，喺患兒出世之後，由於佢哋嘅外觀唔正常，亦都會令到家長心裏邊好難受。所以協會提供懷孕媽媽嘅支援服務，當中包括講解治療對患者嘅幫助，安排同路人分享，安排資深義工喺治療嘅路上面陪伴新家長同行，解答佢哋嘅疑難。因為唇顎裂嘅患兒口鼻相通，佢哋會好容易逐親，所以佢哋嘅餵奶係非常之困難。但係喺醫院同埋社區上面並冇任何嘅支援可以俾到佢哋，所以協會提供患兒照顧指導，當中包括幫助媽媽接受自己嘅患兒，教導佢哋點樣去餵哺新生嘅唇顎裂 BB， 教導家長點樣去做非手術性唇鼻嘅矯形，使 BB 嘅補唇手術能夠更加順利同埋成功，同埋手術之後 BB 能夠有接近正常嘅外貌。咁其實出世之前呢，我已經確定點樣去照顧一個兔唇嘅 BB 啦，包括餵奶啦，同埋掃風啊，各方面我都有去經過呢個兔唇協會去學習嘅，係啦。所以當時見到 BB 嘅時候，其實都唔太擔心去照顧佢。由於唇顎裂兒童嘅上顎同埋牙骨先天性裂開，即使接受咗修補手術，但係呢個缺陷都會影響佢哋嘅上顎發育，導致到佢哋會逐漸出現上牙槽狹窄、上下牙齒倒及同埋中間面部凹陷嘅問題。兒童矯齒治療能夠及早同埋有效咁樣幫助佢哋去改善以上嘅問題，使到佢哋嘅牙齒咬合能夠接近正常。所以協會申請幾個慈善基金嘅資助，由2019年初開始為兔唇裂顎小朋友提供兒童矯齒治療服務，避免佢哋將來要接受大型嘅顎骨矯正手術。喺兔唇協會最幫到我哋就係可以預先知道晒所有我哋將會發生嘅事，唔係淨止俾咗講座俾家長聽，係小朋友都會嚟啊，等我哋了解到自己嘅需要啊，好多喺事前中間真正嘅可能支援上面，或者可能喺心理上嘅準備，我哋兩個同細路仔都好多俾到我哋嘅。柏謙我記得最嚴重嘅倒及係差唔多有8mm 嘅，咁而家其實柏謙嗰個倒及嘅情況咧係改善咗好多。咁希望咧早期矯齒嗰個計劃箍完牙之後咧，希望可以唔使做將來嘅顎骨手術咁樣咯。隨住成長，唇顎裂青年會出現唇鼻歪歪同埋唔對稱嘅問題。由於並唔係每一間公立醫院都設有整形外科，所以有部分嘅患者得唔到最適切嘅手術治療，使佢哋覺得好自卑同埋困擾，亦都容易俾其他人歧視同埋欺凌。
所以協會為佢哋提供詳盡嘅治療資訊，使佢哋能夠得到整形外科手術治療，幫助佢哋改善外觀，融入社會。到咗16歲嘅時候呢，咁就參加咗協會嘅慈善計劃，咁做咗一個叫做顎骨手術啦、唇鼻手術啦，同埋箍牙添。咁就已經可以咬及到好多嘢啦，咁又食到嘢啦。咁跟住再做埋個唇鼻手術之後呢，咁個樣就好返好多啦。咁佢自信心就更增強咗啦。喺未來嘅日子，協會會繼續同各位小朋友同行，幫助佢哋輕鬆康復。兔唇裂顎協會係註冊非牟利同埋自負盈虧嘅病人服務機構，佢哋並冇任何嘅經費來源，一直係透過賣旗活動籌募運作經費。請大家支持協會8月13日星期3嘅賣旗籌款活動。支持嘅方式包括上網認捐套裝旗、擔任街上賣旗義工或者線上賣旗義工。請大家踴躍支持813賣旗籌款活動，使協會嘅服務得到延續。請支持兔唇協會8月13日星期3